2026年4月10日，兄弟相殘。透過觀畫認識聖經，引發我哋讀經嘅興趣，提升我哋嘅屬靈洞察力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我係今日嘅觀畫靈修主持人鄧恒生牧師。我哋今日睇嘅畫係16世紀意大利畫家安德烈亞斯基亞沃內所畫嘅該隱與亞伯。喺開始導航默想之前，讓我哋都去先誦讀相關嘅經文啦。經文記載喺創世記4章1至8節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懷孕，生了該隱，便說：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。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。亞伯是牧羊的，該隱是種地的。有一日，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，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。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。該隱就大大地發怒，變了臉色。耶和華對該隱說：你為什麼發怒呢？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豈不蒙悅納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門前，他必戀慕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該隱和他兄弟亞伯說話，二人正在田間。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，把他殺了。而家讓我哋都去靜靜咁樣去望下幅畫，你可以留心當中嘅構圖、人物嘅動作、表情、光暗對比等等。當你細心留意呢幅畫嘅時候，呢幅畫帶俾你咩嘅感受、咩嘅諗法？唔知道天父想通過呢一幅畫向你講啲乜嘢嘢呢？讓我哋都去觀察一下。喺呢一幅畫裏面，我哋睇到一個充滿張力同埋暴力嘅瞬間。畫面嘅中央，該隱高高咁樣舉起手中好粗大嘅木棒，佢嘅眼神充滿咗憤怒同埋殺意。望下啲肌肉，好繃緊。該隱正準備向地上面嘅弟弟揮落去啦。佢嘅面容喺陰影當中顯得好扭曲，反映出佢內心被嫉妒同埋怒氣完全吞噬嘅狀態。佢身上披住粗糙嘅獸皮，似乎亦都暗示緊佢呢一刻嘅行為已經退化到野蠻同埋原始嘅衝動。我哋試下轉移個目光，睇下而家喺地上面嘅嗰一位，俾該隱踩住喺腳下嘅亞伯，倒喺磐石上面。亞伯處於一個完全弱勢嘅位置。亞伯嘅一隻手無力咁樣去舉起，似乎嘗試去阻擋住即將擊落嚟嘅嗰個致命嘅一擊。佢嘅面仰望住哥哥，或者可能充滿咗震驚，
同埋不解。畫面嘅背景好陰沉，風景係一種好荒涼嘅感覺，烏雲密布，似乎亦都為呢一場人類史上第一宗嘅謀殺案所哀嘆。當我哋回到創世記嘅故事，我哋睇到呢一場悲劇嘅起因，僅僅就係因為神嘅悅納與否。神看中咗亞伯嘅獻祭，睇唔中該隱嘅。面對呢個結果，該隱冇反思自己嘅獻祭態度，反而任由妒忌同埋憤怒喺心中滋長。神都以慈愛去警告該隱嘅，罪就伏在門前，他必戀慕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不過該隱選擇咗屈服喺罪嘅裏面，讓到怒火化為行動，最終殺害咗自己嘅親兄弟。呢一幅畫好生動咁樣捕捉咗罪點樣將一個人扭曲晒。該隱嘅暴力唔單止係肉體上面嘅傷害，更加係生命墮落嘅體現。喺我哋嘅生活裏面，或者我哋都唔會好似該隱咁樣舉起木棒要去打人，要去殺人，但係我哋心裏面亦都曾否暗藏住嫉妒、比較、怨恨同埋憤怒呢？當人哋得到稱讚、職位得到升遷或者得到祝福，而我哋卻係被忽略嘅時候，我哋嘅心係咪就會為佢哋高興，定係還是好似該隱咁樣變咗面色呢？不如我哋去思想祈禱啊！我哋諗下最近生活裏面有冇為住一啲人同埋事，我哋妒忌、不平、憤怒呢？當呢啲負面嘅情緒伏喺門前嘅時候，你係點樣俾佢控制咗你嘅言行，定係還是靠住神嘅恩典去制服佢哋呢？求主光照我哋嘅心，使到我哋見得到我哋隱藏喺深處嘅罪念，並且賜俾我哋有力量去勝過佢，讓我哋都有思想祈禱嘅時候。讓我哋有個結束嘅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承認我哋嘅心思意念時常都軟弱，容易被嫉妒、比較同埋憤怒所勝。求你赦免我哋隱而未現嘅罪。當罪惡伏喺我哋嘅門前，企圖要吞噬我哋嘅時候，求你賜俾我哋敏銳嘅靈同埋制服罪惡嘅力量，幫助我哋去學習以你嘅眼光去看待自己同埋其他人，使到我哋能夠喺愛中彼此建立，而唔係喺嫉妒當中互相傷害。我哋感謝你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，阿門。
今日嘅靈修去到呢度結束，願上主賜福俾大家，下次再見。